话是在地新闻，乡亲啊，大家平安快乐。今仔日是新历的4月30，旧历的3月22，礼拜二。后来气象署来公布着今年梅雨季的状况，讲今年的梅雨季大约伫咧5月底到6月初，到时阵会小连续一直落黄霜雨。 我们统计我们过去台湾梅雨期容易连续下雨的那个期间气候上平均大概是落在5月的下半个月跟6月的前半个月为主，这段时间比较容易产生连续性的降雨。那另外呢，各个区域进入这种容易有连续降雨的期间也不尽相同。中部以北有时候会稍微早一点点，但是南部有时候就会比较落在这个时段，甚至于再稍微晚一些。好，这是每一个地区也会有它不同的气候特征。气象专家潘启明嘛来提醒，讲中国华南有一波1000公里长4纳的列车。 也就是讲，这波的方面有4纳甲对流，将会伫阴暗的深夜到拜三接近台湾，落雨的机会会来增加。西半部地区甲花莲拢要特别注意。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